指數大插1成3，跌至78萬點，成交亦都達到2紀錄嘅6808億。正指出。推廣文化，所以我哋呢個不得不做嘅事，係不得不做嘅事。我哋咁重視推廣中國文化咧，中國人賴以成為中國人，成為一個強國嘅根本原因就係喺中國文化。冇咗中國文化就唔會有中國，冇咗中國，中國人就冇立足之地，更遑論香港啦。通過藝術去認識文化，去認識作者，認識嗰個時代，認識個作者嘅情。其實每一個藝術作品能夠傳世嘅，都唔淨係個作品嘅，連埋嗰個作者本身嘅心同埋個情，佢都喺晒喺度。咁所以呢啲係無價之寶。所謂無價之寶咧，就係買唔翻個時間。
你用錢係買唔得翻嗰個時間。啲係嗰個當代嘅記錄，